Yeah 如果不能听、不能看、不能说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是真的日子，你会怎么算？是谁关了灯？是谁遮住了视野？摸也摸不到世界，恢复不了视觉，要适应走几步才能摸到墙壁。不管跌倒几次，记不记得住位置，生活方式得靠经验和记忆，一步一步没想过走得到目的地。我没办法体会，只能闭上眼睛，试着分析声音中的技巧，可噪音试着说话经过心脏。是要让对方觉得你吐得出希望。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人装忙，假装看不见装忙，他们不想要帮忙，他们眼中只有利和毒药，那是丑陋的，不要，至少你看不到。不能听，不能看，不能说，他们努力试着假装自己没有不方便，和你没差别，怎会有人假装看不见？他们努力试着假装自己没有不方便，和你没差别，怎会有人假装听不见？如果不能听、不能看、不能说，如果是真的，还会考虑那么多？你要如何接受耳朵听不见？心情需要如何沉淀？如何接受打电脑只能看图片？如何承受不能再听见好听的歌了？太危险，不能听见后方来车喇叭声，无法理解朋友说的想表达的意义，无法听见纯真小朋友嬉笑的声音，周围被按了静音，听不到对面正在吵架的情侣，听不到地球生气的大雷声，但是看得到凶手暗中拆掉避雷针，看得到鬼，听不到说谎，看到嚣张表情还好，听不见他说话，听不见不是自己选择，可恶的是假装听不见后方的救护车。不能听，不能看，不能说，他们努力试着假装自己没有不方便，和你没差别，怎会有人假装听不见？不能听，不能看，不能说，他们努力试着假装自己没有不方便，和你没差别，怎会有人假装不说话？他天生没办法说话，他些有钱的人说话最大声，也轮不到他说话。他觉得他是渺小，没办法回答任何问题，所以苦衷都吞进肚子里。他的裤子里总有复制笔，是唯一传递讯息的工具。他写说，我虽然不能说话，我还可以看得到，沟通虽然不方便，可是梦想我走得到。还好不需要说话的技巧，看人的眉角，避免场合的问题，烦人的信号。他知道地球跟他一样不能说话，也清楚地球跟他一样不想再被欺负，不会嫉妒你们有笑声，但是能给予他们笑容的却只有少部分。只希望关怀不要支持状态，只是说说，期待你的关心，即刻行动。